好，今次咧我哋嚟講嘅就係 Calla Maggie。嗱，呢個 Calla Maggie 咧，之前咧做過好幾期嘅啦。佢從5000蚊可以做到上億資金嘅一個傳奇交易員。咁我哋嚟睇下佢點樣選股票啊。第一個條件咧就係每一日平均嘅交易量至少要有500萬美金以上嘅。第二個條件咧就係需要設置 ATR， 要選出每一日股票嘅平均波動性，佢需要大於5%，所以佢啲股票先有足夠嘅彈性喺1-2日之內可以爆升嘅。同時咧，佢就會放3條均線啊，呢3條均線都係需要佢股價喺呢個均線之上嘅，係需要多頭排列嚇。所謂多頭排列就係10日嘅 EMA 喺最頂，跟住20日 EMA 喺中間，50日嘅 EMA 喺下邊散發起上去嘅。OK， 咁最後一個條件咧就係需要呢啲股票喺1個月、3個月、6個月入邊，各自都有可能係升50%以上嘅。咁然後結合呢啲條件之後咧，你就可以篩選出嚟一啲係符合可能係爆升股嘅股票，跟住再結合我之前所講嘅嗰3個策略，咁你就知道點做啦。如果你中意我用粵語嚟講嘅話，留言粵語，跟住我將點樣去設置你嘅交易軟件去 scan 啲股票嘅具體方法，一步一步咁樣列出嚟嘅 PDF send 俾你。係，我係 Jake，關注我，交易不迷路啊，拜拜。